南投合欢山透早落雪，车袂少游客。第14架线昆阳到武岭规定赛车爱挂细人仔才会使上山。有电信业者要求 SIM 卡若碰见，民众就爱先报案提证明才会使换。NCC 回回讲，并无强制报案。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7日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陈怡真。这天气冷叽叽，南投合欢山透早落雪，下袂少游客上山要看雪。警方也管制第14架线昆阳到武岭，讲爱赛车爱挂细人仔才会使上山。2、1。游客真欢喜，连续雪球翕相。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一带，初二透早3点开始落雪比雪，有赏雪民众规整区穿好烧，4点就上山要来看雪。看到雪是真欢喜，不过也有人讲有够寒，讲唔敢过来咯。凌晨4点出发，然后排队，然后上山。觉得太冷了，不会再来第二次。太冷了。第3层150公尺的上雪楼，头前广场也全部拢是雪。早起10点左右，温度只有0.5度，积雪大约是1公分。合欢山地区自1月2号凌晨3点起，断断续续飘雪。目前山区浓雾，视线不佳，除注意保暖之外，并注意行车安全。警方甲过是排甲3角锥，甲放在路中，有山区落雪，也阁有大雾增高。第14架线翠峰到大武岭路段，初暗时间有先封起来咯。初二早起7点恢复通行，不过昆阳到武岭路段，伊讲结冰积雪，所以限制汽车必须爱挂这个雪链。要下雪中哈，那个现在目前那个昆阳跟松雪楼这一段路面还有积雪路滑情势，所以这一段是有现挂雪链的管制。那个机车是不能上来的。受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全台温度一直降落来。初二平地上低温地新北市富贵角也有离岛的连江县东引，拢只有8.3度。气象署讲，初3开始变大冷，初5有另外一波大陆冷气团会刷入来。明天强烈大陆冷气团持续的影响，天气干冷。那5号到8号受到另一波强烈大陆的冷气团逐渐南下以及影响，天气仍然是比较冷。气象署讲，初二入夜了后，也会搁较寒，中部以北低温会伫10度到12度。虽然初4小可回温，不过几个1月上旬温度拢会较低。中南部是日夜温差真大，民众要注意气温的变化，爱穿好少。记者综合报道。这阵冷气团真强，温度落到剩10度，双风整日骨芳有影一干。讲到最近仔日透早温度上低，伫咧新北富贵角干那9度3，下暗到明仔早起可能会搁寒到剩8度。后礼拜一，阁有一阵冷气团到台湾，提醒乡亲衫着爱穿好少，才袂去感着。拜五天气真寒，北部的民众高衫拢穿出来呀。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各地温度拢明显降低。气象署讲，拜五透早上低温出现伫石门的富贵角9.3度，温度第2低是伫咧桃园杨梅甲新池湖口9.6度。气象署提醒，拜五暗至拜六透早温度阁会降低，爱到礼拜日时，各地温度才会回升到20度左右。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这段期间，我们可以看到，像是在整个台南以北、跟宜兰、跟花东纵谷这一带，还有就是在高屏的近山区以及外岛的金门跟马祖，都是容易会有这种10度以下的一个低温所以请大家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要外出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务必要做好保暖的工作。气象署表示，雨水的部分会伫拜五暗开始慢慢减少，到拜六礼拜会搁较少。后礼拜一，阁会有一波新的冷气团落南。气象署预告，后一波冷气团，若温度低，水汽也会增加。从下半天开始，随着这个干冷空气逐渐的移入一个状况之下，在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的一个降雨情形可能会开始变得比较缓和一点。那只剩下像是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降雨的情形出现。那到明后2天来讲的话，其实这个水汽上是会有比较偏少的一个状况气象署嘛提醒，即马也毋是上寒的时间点，拜五暗至拜六透早温度阁会下降，有的所在低温只有8度，体感温度敢若5度左右。民众衫爱穿好少，使用家具、热水器等等也要注意安全。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
前一阵啊，美国公布8项对台军售案，中国就气甲袂得啊，随发动围台军演。这阵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批评中国起步空，要求中国要停止对台湾的军事施压。来看公司记者彭祖哲报道。我国驻美代表卢大雷向国旗致意，甲华府侨民升旗迎接新年。台湾面对中国军事恐吓，美国伫元旦即天正式回应。美国国务院是伫美东时间初一声明，中国对台湾及地区其他国家的军事行动及讲法是无必要的增加局势紧张。伫声明内底，华府是强烈要求北京克制。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嘛要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因支持台海和平稳定，反对透过武力抗求避的手段，单方面改变现状。事实验证了为什么我们需要买这些东西，因为挑衅者不是我们啊，那在派军舰跟飞机绕台的是他们，所以在他面对这种攻势、这种威胁的时候。自我防卫是理所当然的。强调军国唔是甲中国掠，是自我防卫。元旦伫华府地区这场升旗典礼，中华民国国旗甲美国国旗挂做伙，但是美国总统川普3天前讲一句无烦恼中国军演，引起侨民联想。因为他是想要跟习近平见面，所以他两手政策、两手策略。我觉得他这样讲，虽然可能对我们稍微比较。没有那么有利，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讲，他是为了世界和平去着想。他的回忆是稍微淡一点，但是已经起码有这个回忆了，算是不错了。侨民认为川普想要挾贴处理，避免甲中国冲突。卢大雷是表示，美国该讲的都已经讲啊，美国具体想要帮助台湾自我防卫行动，并无改变。不但是在讲什么，其实在做什么也很重要。所以在这方面，其实在美国一直在。包括对于这个军售啦，还包括昨天晚上也又增加了一笔新的对美国通知一家厂商有关于要卖给台湾的一些装备等等。美国国防部在2月31公告，洛克希德马迪公司得到总计上限3亿元美金对台军售合约，内容是55台 F-12B 战机的红外线超吹对装 ISRT 夹舱。中国想要用军演反制美国对台军售，但是华府对台军售的脚步并无出现改变。公司国际记者彭祖哲，美国华府报道。1.2兆的国防预算伫咧立法院卡条咧，因为那边两党联手连续5届遭到提案，所以民进党立委昨暝就先去议场排队要送案。不过那边人数占优势，这提案共款无通过。国民党团是坚持讲，只要总统来立法院报告，就会当开始审查预算。面对中国严峻的军事野心，台湾没有时间等待。更没有时间内耗，期盼朝野携手合作，顺利让重要的国防预算赶紧通过。罗总统元旦讲话才呼吁朝野赶紧和国防特别条例甲预算通过，强军阁继续对台施压。国防部一天就查到6只强舰、1只公务船伫台海周边活动，提暗时过2粒空飘气球为北部附近甲中部顶悬经过。不过国防特别条例5摆互那边联手封杀。民进党立委陈培如初暗时升起排队底限，希望赶紧处理1.25条国防特别条例。就算表决会输，我们还是希望国人看到我们谴责军演的决心，还有要支持跟捍卫总预算还有国防预算的决心，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来排队，让我们的议程可以先被表决到。不过，那议员坚持，那大总统关系到立院报告，预算审查定数就应展开。一项就是既要投资战备，也要投资和平。你总到立法院来报告一下嘛，要不要出来报告？啊，你如果不愿意报告，卡预算不就是你吗？民进党团立委在议场也表示，化下在野党何总预算甲国防特别条例草案赶紧排审，不过有案点也被人数优势之下无通过。赞成46人，反对5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民进党党团提议不通过。中军交代那加做上台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在新媒体专访时讲到，过去1年台海周边强军机舰数量增加真多，那敢若看政治咱的应变区的强机数量阁是翻倍。事件那国防部特别预算无法度政治审查，恐惊会互国际社会质疑台湾自我防卫决心。记者综合报道。
在地新闻来看台中两桩公安事故，一个是丰原一间工厂的工人，伊咧搞车床的时，手镯甲加入去机器内底，规个人互拖咧，头尾机器弄落，当场被喘气，目前是当咧抢救。那另外一案是台里一大工地，工人为3楼用架摔落2楼，送病院还未脱离危险。救护人员赶紧把这伤者送上救护车，随送病院急救。这伤者因为操作车床机台，无细致受伤。到场我们的时候，他已经昏迷了，然后左半边的脸部已经严重的创伤，然后我们立即也是帮他加压止血，然后上颈圈常备板，然后送到医院这样。代志发生伫初二早起11点左右，消防局接到报案，讲位伫丰原区的这个工厂，一个姓李的工人，敢伫操作车床时，手套互伊卷入去机器，伊想要救出来时阵，头壳结互机台伤到，又伤势真严重，一度无喘气心跳，转也伫病院急救。台中市路检处也去了解，认定是这操作过程无符合安全的停驶。业主他对于车床旋转刀刃的作业没有明确标示告知，而且也没有要求劳工不得使用手套。所以也算是雇主的责任。另外一桩是发生伫台里区一个工地，初二早起10点左右，一个4楼的工人伫施工时无细致，伫3楼用架落到2楼，头壳去撞到，当场无喘气心跳，赶紧送病院救治，接受恢复喘气心跳，不过意外也未脱离险境。台中市路检处初步了解，是安全防护不足造成意外。基本上呢，就是没有安全带。施工竟然没有安全护栏掉下来的。台中市路检处讲，这两个案件拢会追查调查责任，针对了要求停工，也拢会以违反执案法，处3万到30万块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花莲的化境海岸有2只船靠搭，本来昨暝要派拖船去甲拖转来，不过风影伤大，无法度处理。即马就惊这船底会去互海底的石头切甲破去，造成导游落海咯。受困将近14点钟的花莲港拖船甲中港运丰的通航轮游员卡伫现场无法度拖走，因为前日早起退楼的关系，受困山坡的拖船船底因为大影一直搬沙洲，甚至有破损，互民众真烦恼。目前没有看到任何的所谓的拦截漏油的预防措施，我们真的很希望主管单位呢能够正视这个问题，预先做好防范。港务公司解释，那说已经放伫现场，不过因为风影伤过大，考虑人员安全无法度发现，船底甚至破去，目前无法度评估。我们已经把相关的油箱都已经把它关闭了，但是呢，该布放燃油所，我们一定会依照相关的规定，在海况允许的情况之下进行布放。如果有破洞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先进行堵漏嘛，才能够去做拖带救护。另外，中横公司通航轮航港局表示，尾站开始就开始咧收机械，希望恢复动力了后，应用大楼再离开，必要时阵会有拖船来协助。通航轮部分主机动力目前已经恢复，将持续监控船尾是否有位移的情形。通航轮顶悬有12个台湾籍、5个菲律宾籍船员，目前拢平安。部分工作人员伫船头进行相关缆索架设工作，希望大楼时阵能顺利再离开。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国内标出非洲猪瘟了后，就开始严格管理喷水饲猪。不过顶个月，屏东煞抓到一堆母仔囝开2间猪条，有合法资格受喷的这间，就偷偷甲喷送去无摕到资格迄间。即马去互县府罚240万。为了减少非洲猪瘟的风险，屏东县农业处人员顶个月初来到9座的合法用喷饲猪的猪场进行稽查，想要到竟然查到喊果的违规事件。姓杨的查某囝是这场合法饲喷的猪场业者，竟然甲收回来喷，透过地下暗讲送过对面阿母的猪场饲猪。农业处表示，姓陈的阿母无摕到合法资格，所以用喷偷偷啊饲猪。民记知影违规，佮照做，除了对2人重罚240万以外，也取消查某囝的相关补助。本府现场有将猪只采样及处予有送验，那非洲猪瘟的检验结果均为阴性。因为非洲猪瘟，中央公布对116年起全面禁止用喷饲猪。今年是开放摕到认证的猪场使用喷，原地拢是免费代替处理喷的高雄市环保局。对3月初1起。
理，要分2阶段来收钱。第一阶段收5成的费用，100公斤的喷要付157.5块。第二阶段对明年起是收7成，只要是无对水钱纳粪扫处理费的民众，若是要倒喷，拢爱付钱处理。有餐厅业者讲，去年非洲地震过后，处理喷的费用就增加8成，即摆3月开始成本会阁增加。做温前的时候，我们的厨余都是按照月费收的嘛，对啊，然后现在这之后，变政府的政策在改变，我们也得跟着改变啊。第一阶段自今年3月1日起，厨余处理费依目前本市待处理废弃物收费标准减收1半。第二阶段为116年到117年。厨余处理费则减收1/3。去年非洲地震事件了后，要安怎来处理喷，已经正做各县市爱认真思考的议题。除了政策的制定，甲提升处理的方式，环保局也呼吁民众配合，亲像甲喷的水分离好大，就会当对源头来减量。记者郭斌在柯家族邱超勇综合报道。又搁出现大型偷倒废弃物的集团，这届是伫咧台中西屯，有一对爸仔囝甲用建废弃物甲塑胶乌白倒伫咧溪边，包括彰化、南投、云林甲嘉义4个县市5条河川受污染。目前拢总有6个人已经受押禁见啊，不过高算若要变好清气，上无就爱开7000万。当机海伫落水溪河床一直挖落去，结果发现真侪用碱混合的废弃物，还有废弃的塑胶混合物。检警环保专案小组查到大型非法弃置集团，伫去年9月初日暗时卖互当场，抓到这4撮嫌犯这3个人，正甲废弃物倒伫落水溪边，先来进行4摆搜查，总共抓到22人到案。该集团勾结土尾集团及多支车队，将大量废弃物倾倒至浊水溪、乌溪及多处河床沿岸，借由自然冲刷掩盖犯罪痕迹，严重破坏国土保育。共查缉22人到案，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6人获准，并查扣车辆、机具及通讯设备等犯罪工具。整个案件是去年2月嘉义县水上乡赤兰溪河床底，慌乱倒这个用碱混合废弃物加废塑胶混合物。去年5月调查发现，废弃物是来自台中市西屯区4过白仔囝非法经营的废弃物转运站，并且锁定载运的非法车队。今年到这彰化、南投、云林、嘉义4县市，倒伫5条溪流的河床。上间已经挖出赤兰溪，也佫有落水溪河床，倒的面积大约是5166平方公尺，体积超过16204立方公尺，初估复原经费至少要7291万块。委托非法清运业者随意倾倒，将可能面临1年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得科新台币1500万以下罚金。依废弃物清理法规定，应负连带清理及环境复原的责任。非法弃置废弃物不仅破坏河川生态，更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本分署将全力配合司法检察及环保机关侦办，并加强河川巡查及监控。专案依照废清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提送台中地检署侦办，集团成员后续恐惊面临1年到5年有期徒刑，并且会罚1500万以下罚金。第4河川分署讲，已经伫河川沿线设置真侪监视器，并且加强巡查，避免相关案件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去年底5个大法官宣判宪法诉讼法修正案违宪了后，佮做出今年第一件释宪的判决。这案是伫咧3档外前，有律师替被告提出准控告，刷去互法院驳回。律师就质疑这刑事诉讼法侵害宪法保障的诉讼权甲精神自由。按照宪法法定审查了后，嘛认定违宪。我要感谢宪法法庭秉持专业与道德勇气，让宪法法庭恢复运作。总统伫咧元旦的谈会有感谢宪法法庭恢复正常运作。伊讲的是去年底5位大法官宣判宪法诉讼法修正案违宪，过2礼拜了，宪法法庭又做出今年的第一件释宪判决。验5大法官赵宗珍、杨惠钦、加朱富美依然无参加。之前伫宪诉法判决，因3个人就捌讲。宪法法庭的人数条件无依法合法组成，所以无审判权。怎么这边佫故作评议？大法官拒绝参与评议，可能导致该案件无法评议及评决的困境与大法官依法回避并无不同。
将持续拒绝参与本件评议的3位大法官，由现有总额中扣除。这边涉嫌申请是3年外前，有一位枪炮犯经过起诉2审继续羁押，伊律师申请撤销羁押处分。验过法院认定，这个被告本身会当申请准抗告，若是由辩护人提出依法不符，所以不回。律师就质疑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侵害宪法保障的诉讼权人身自由，所以提释宪。针对这个个案已经没有实意啦，但是就长期保证，就是辩护人可以是准抗告权了。虽然宪法法庭做出合宪的判决，也讲屏东地院错误理解法律。原本的裁定爱废弃发回，不过即马宪法法庭的连锁造成是毋是合法，连大法官家己意见拢无同，所做的判决是毋是有效，即马大家也真注意。这个时候就要面临说，那这个法官要不要遵守？一般法院会遵守，是因为你叫大法官，我是小法官。宪法法庭的判决如果是针对立法院，要你限期修法的话，老实讲，如果不理会的话，宪法法庭也没辙。法校教授讲，即卖宪政秩序真混乱，立法甲司法互相有争议。以后若是宪法法庭的判决要求立法院等机关修法，立法院也无一定的插，代志也是无解。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立委陈昭珠推动代理引保修法，前民众党党主席郭文哲和吴国昌今仔日做伙拜会南亚党团，要推进法案。郭文哲冒和民进党的党团总调郭建明单独见面，不过郭建明为等一个方向，讲到总预算案是希望民众党斗3天互紧通过。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这个活血归来的柯文哲主席，满血回归啊！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加现任主席吴国昌一个党籍立委做伙拜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郭文哲讲，这边是为了人工诚实法来拜托，要完成对陈昭珠的承诺。如果我们可以取得最大的公约数，在两边都可以接受的情况之下，能够尽速的完成这个法案的制定。郭文哲为了人工诚实法拜会南陆立委，梁道生拜会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两人密谈15分钟。会后郭建明讲是拜托总部省，下昼郭文哲搁再到民进党团游说支持法案。郭建明是先讲会照行政院的版本行，尾也搁讲到总部省的代志。有关人工生殖法，因为我们行政有行政院版。所以我们会照院版走。既然何必来了，我们比较期待要谈的就是应该是经过和这个总预算啊，希望能够帮忙。这个按你们就坐下来瞧就好了。对，瞧要你们同意啊。不是啊，这是关键。没有拿不到什么关键。对立法议会用纳被人数优势表决通过行政院长杜英泰谴责案，也佫要求强调案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请辞下台。行政院回讲，对在野党制造国内调解矛盾感到遗憾。国安会是强调，国际正关心强军军演，也有普设地带时间压力、政治操作，恐惊对外产生错误的信息。希望各政党应该优先考虑国家的利益甲人民的安全，赶紧审议总预算甲国防特别条例，莫搁累倒。记者综合报道。中国为大军演的是，咱的海巡1对1监控中国海警船伫咧前线守护国家安全。不过，海委会主委关碧玲煞互架空，讲伊迄当阵咧参加海军退休食饭会。关碧玲有伫咧面册会室内，不过国民党是批评关碧玲前线紧急后壁紧者，要求着爱落台负责。The peace of the Taiwan Strait is crucial to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e cake industry's development. Any conflict will inevitably trigger worldwide sanctions. 海巡船舰伫前线甲海警船对上守护海峡，无想到组织海峡安全维护的海委会主委关碧玲，互人亚讲伫军演期间，甲海巡高官去高雄食好料的，引起正人议论。关碧玲伫面册会室内严正谴责海委会主任委员管碧玲在实弹军演期间轻忽职责，严重伤害社会观感跟政府公信力。这不是小事，而是国家安全管理态度的缩影。
不过，南亚立委批评前线紧张后话紧食，讲政府高官认为食饭皇帝大比中国军演更加重要。除了严厉谴责关佩玲，要求落台负责，行政院嘛应该公开说明军演期间各单位的应变作为，是不是有出现指挥空棚？一方面，资深的官员们他们退休了，那广妈当然想要慰劳部署。但是这个时间确实也是相当敏感的一个时间了哈，特别在演习期间，那这个部分当然就必须要审慎的思考了。立委嘛讲，咱方应对军演食饭时机点敏感，当时应该谨慎评估。甲南营大声谴责无共的前南委尤友兰，伊是成员关佩玲。对这件代志，关佩玲是第二届回失的。对于批评者所讲的，伊拢接受，支持鼓励人是表达感谢，强调海巡无论前线后话，无分中关基层，包括深宿做靠山，拢共心无断电的守护。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政府加强打击诈骗，电信业者配合规定，要求民众 SIM 卡若碰见，就要先报案摕到证明，才会使换新的。这款要求真麻烦，也随引起批评。这阵 NCC 就出来驳回讲，换 SIM 卡无要求一定就要去报案，有找业者来了解详细。民众甲电信门市无用得办门号买手机啊，但是若要补发信卡，即摆有可能都要走一逝警察局。有电信业者伫门市打出广告，若是民众的信卡碰去，本地过去只要提出相证件就会当补办，但即摆都要先去警察局报案，摕到碰去的证明，业者才会受理补卡，这嘛引发民众的关注。会稍微有点扰民这样子，因为本来是蛮直觉的一个，就是拿自己现有的证件就可以去办妥一件事，我还要额外折到另外的地方去处理。我觉得也还好，如果你真的掉的话，你很多手续也是要重办啊。如果说还要连同报案的部分的话，那势必要花费的时间会蛮冗长的，那大家都会造成有一些不便以及困扰。国家通信团保委员会 NCC 强化打造实施新版的电信事业提供电信服务风险管理机制指引，提供补发信卡的条件，业者配合办理，互民众反弹，这个新制变作扰民、扰警、扰业者的三扰政策。我们认为 NCC 完全不食人间烟火，甚至只想要用打诈为名来压榨人民的权益，我们绝对予以反对。尤其 SIM 卡、银行账户都是诈骗及个人资料外泄的重要管道，因此这些防诈必要措施需要民众的配合。调查的看法无同款，柯志坚认为讲，防诈措施需要民众的配合。挂如果是大美政府打诈无够力，颠倒把打诈的责任转予人民。对这 NCC 是随澄清讲，民众要换还是要补发信卡的时阵，电信事业应该请用户说明申请目的和原因，而且提供证明资料。业者照 KYC 来做审核，并无要求一定要报案。他过去的使用记录里面呢，从来没有发生过频繁来申请换发的，又或者是说他过去呢完全没有异常使用记录的。那这一些的话，那业者补发就补发啦，我们至多就是要求他提示身份证明，或者是那个当场签切结束也可以啊。黄文铁强调讲，新制是防堵诈骗，避免信卡互诈团摕去利用。对方误解讲是爱报案才会当补卡 ，NCC 已经和电信业者沟通和厘清。记者综合报道。医疗数位化嘛要夹拼环保，有的大病院为今年开始袂阁提供纸本的收据，不过医界团体就提醒病院若无提供收据，这患者就无法度核对医疗费用，未来若发生医疗纠纷，恐惊是真歹处理。民众看病看了，钱纳了，唔免阁等门诊的收据印出来，就当直接领药离开。为着响应环保和医疗数位化的政策，卫福部台北病院对去年底开始，门诊批价柜台无阁主动提供纸本的医疗收据，专门改做电子医疗收据。不过民众的反应差真多。可以啊，减少浪费啊，也真有那个环保这样子。我还是希望有收据，带妈妈来看医生，然后需要有个收据，说证明说带妈妈来看这样子。医疗院所推动收据无纸化已经变做趋势。目前除了卫福部台北病院以外，台大病院、中嘉病院和基美病院拢无主动提供纸本的收据。民众若是有需求，嘛是会当主动要求印出来。台北营总会当利用自助立钱机，家己选敢要印纸本的收据。新光病院是几月今年旧历过年了后，对3月7日开始对咧实施电子医疗收据。这样的措施可以减少每年约减少70万张以上的用纸。
那也增加了病人的便利性，不需要收据的可以直接离院。有许多民众及长者，那仍然习惯是使用纸本的，那医疗院所应该在缴费时主动提醒，让民众可以选择。医改会指出讲，即马进入超高龄社会，聚会人是愈来愈多，有可能和少年族群受所谓落差，便应该提供管道，让民众来核对医疗费用。无若是出现医疗纠纷，阁无收据下当来做证据，恐惊会出现更较侪乱象。卫福部台北病院是强调讲，相关医疗费用的资料，拢照规定团结伫各税局的系统，民众会当照个人的需求，家己来查询使用，未影响到报税和相关证明。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宣布新的措施，为着要鼓励70岁以上较侪会驾驶甲驾照交回去，政府会提供 T-Pass 补助。另外，1月30开始，考奥多拜驾照笔试续费地全部改做选择题，增加情境甲影片，互考生掌握车路实际状况。因过考奥多拜驾照的笔试，试费题较简单，只有选择对也是毋对。毋过对1月底开始，就无遐尔啊简单。考奥多拜驾照笔试全部改做选择题，考50题。交通部强调，改变做法是为着要降低交通违规和事故，民众也真支持。因为伫路下接看到交通违规，拢会怀疑有人的驾照敢是用鸡腿换的。不打方向灯，然后违停，有时候违停就是挡到出路，就是蛮麻烦。以后就不会有是非题，全部为这个选择题。好，那这里面这个情境题跟危险感知，就要看影片的部分。那本来是这个10题，那也会提高到这个15题。交通部另外一项新的措施，对元旦开始，鼓励70岁以上的老大人将驾照交回去，互政府改坐车，阁有补助通好领。针对这个政策，民众也真支持。违规回转跟鬼切吧，对长辈的确是比较多会出现这种状况啦。对啊，这个想法蛮不错的。很好啊，老人不用开车了，危险了，反应太慢了，容易出车祸。交通部表示，奥多拜笔试的新制题库总共有1050题，有要准备考试的民众，会当伫公路局监理服务网站先了解题目做练习。若主动将驾照交回来的老大人，会当有2年的交通补助，每个月上济补助1500块。大家共同来建立安全用路环境。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2016年台股第一港交易开红盘，台积电佮创新高收伫咧1585块，带动台股大起，收伫29349点。台股的势面好，台积电收伫1585块，市值突破41兆。分析师认为 AI 发展，今年半导体产业同款是真旺，台股有机会冲到3万点。另外，台积电2015年第4季的发说会1月15起稿，市场咧叫营收水开会佮创新高。全台30外劳工团体代表今仔日去立法院头前抗议，因为根据统计，台湾大部分劳工的退休金是领2万5，根本就无够生活。劳工团体是呼吁政府修法，甲劳退薪制头家拨6%，提悬到9%，5年一届加3%，一直到15%为止。另外，嘛调整劳保、投保金额限制，改善退休的制度。提高劳退薪资提拨。 30个劳工团体伫立法院头前抗议，对2026年拄开始，劳团希望劳工退休金也会当有新的制度。即届因会徛出来有2项诉求，第一是针对劳退薪制部分，对民国94年到今嘛已经超过20年拢无提悬，头家敢若提拨劳工薪水6%。第四讲，台湾的劳工退休劳退平均一个月才领6400多块，劳团要求应该提悬雇主提拨率，对6%提悬到9%，甚至是15%。劳退新制自民国94年实施，至今历时已经超过20年了。到113年，全年平均月领金额才6000多元。政府对于我们
提高雇主提拨率的诉求，也迟迟未见任何回应。第二个诉求是劳保，劳团指出，目前上悬劳保投保薪资限制卡伫45800块，已经将近10档。伫即坎投保的劳工已经有370万人，占整体投保的人数35%，超过1/3。劳团呼吁政府，若是一直无提悬上悬投保的金额，就是咧牺牲劳工的退休金，希望提悬到47700块。投保上限呢，45800，已经多久了？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物价，还有最近的通膨的一些所有的数据呢，都让我们劳工界都非常的担忧。这种情况下来讲，对于以后的劳保年金是不是足以支应所有退休人员的生活？劳团的诉求是愈发愈大声，甚至规定人冲到立法院的车道口，就是希望会当互3党的立委听到，要求朝野立委赶紧推动修法，提供劳工完善的退休制度。记者陈亚轩、林巧凯台北报道。台北甲高雄要办演唱会是真方便，若伫咧新北市，虽然还无大巨大，不过邦桥第一运动场这工程按算2月完工，目前是已经有业者咧问这开演唱会代志。气派舞台美学引起话题，蔡依林的3场大巨蛋演唱会顺利结束。最近几年，台北和高雄的演唱会经济是发展甲正兴，搁进一步带动城市的营销效益。虽然新北搁伫铺软，不过邦桥第一运动场目前扩大的工程按算今年2月完工。新北体育局证实已经有团体在问开演唱会的相关代志。离车站要近啊，我觉得是第一选择啦，没错啦。只是说演唱会一定会影响到周围的居民，就看周围的居民你能不能说服他们呢？民代是认为讲入来一大堆人会对4块地造成冲击，相关的配套需要事前做好准备，不是事后检讨。相关的成本袂当转予公众来承担。因为我们花尽了快1亿多元的预算来维护整个板桥第一运动场周边的人行步道、跑道到看台的一个维护哦。如果在办理相关的演唱会，是否有应该相关设备的一个保护措施，是新北市政府应该要去注重的。演唱会跟一般的体育赛事不同，对场地、对居民生活的影响都更大，不能只有看到效益，却忽略后续的冲击。事前的审查的时候，就会来提醒跟要求，针对这个相关的一个设施设备或者草皮，做好我们的保护措施。在首都台北已经有大小巨蛋等成熟场馆的主吸效应之下，学者提醒讲，新北若要抢演唱会的市场，关键不是敢会当办，是敢会当含即卖已经有的场馆竞争的配套和条件。是不是可以很方便的把看完演唱会的人在短时间内都能够疏散，这是第一个让人家觉得比较忧虑的地方啦。杜胜聪嘛进一步表示讲，邦桥第一运动场是属多功能的场地，若是要做伙兼顾运动比赛和演唱会的使用，不管是硬体的结构、空间的配置，还是内外部的动线，另外经过更较有路的规划。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恒春的人口连续2年无超过3万，目前是剩28000尔。为着要请民众来恒春入户口，今年开始地方放令台电回归地方福利金的对象，只要户口入恒春满3档，每半年就会使领到现金900块。115年新年一开始，屏东恒春镇民就收到公所的礼物。对初一起，只要户口设伫恒春满3年的镇民，每半年就会当领到一条900块的福利金。公所表示，台电回馈给地方运用的生活福利金，因过要求爱103年进前，甲户口设伫恒春的人才有资格领。这阵标准放令，就是5万会当抢救恒春年年减少的人口数。人口都少，一直减少啊！所以他们说感觉我住在恒春也没有用啊。钱是最好的了。以前是一定要设籍在103自己有设籍的，我们才有拨这个福利金。那目前就是增加，满3年进来，我们就会拨给他。这几档因为观光发展，恒春的外来人口变多，但是在地少年人却走了，再加上少子化，恒春这阵的人口敢若剩28000外，甲10年前比起来差超过2000人。即摆听到那台电的福利金门槛放令，户口设3年，满65岁时代加领一条1000块的中用礼金，未手可能还有注册钱的补助，互不少民众拢真肯定。我觉得这个方案很好，可以把在地的年轻人留在恒春扎根。这样才不会年轻人都往外跑。
补小补啊，也是能补贴。如果能够再有其他的补助方案的话，可以会更有吸引力这样。半年900，一年1,800福利金其实无介济，不过在地民众认为这是一种认同感。公署讲，虽然标准绑定要增加300多万的预算支出，希望透过福利的提升，会当有更较侪新兴村人做回来为这块土地打拼。记者柯秉哲、柯家族、柯昭阳，屏东采访报道。新竹县考客机甲原住民机的认证拢有奖励金。今年开始考台机认证，只要通过级数，会当申请800块到12000块的奖励金，鼓励民众考认证讲台机。去参加教育部台湾台语认证考试的民众愈来愈多，大细汉拢有。但是新竹县的民众就较好运。新竹县政府宣布，对2026年开始，若是通过台语认证，就当申请奖金 A1 有800块 ，A2 1,800块，到 C2 就当领到12000块。新竹县长表示，今年拢总编列590万的预算，提供客机认证、原住民机认证和台语认证奖励金，其中台语认证有100万的扩大。除了客家话和原住民族的语言能力认证的奖励金以外，我们再编列了100万元的经费，今年起推动全新的台湾台语能力的认证奖励金。这届新竹县政府算是全台湾第2个有提供奖金的县市，头一个是桃园。台语推动联盟对这项政策表示认同，不过因也认为，若是敢若新竹县和桃园市有奖金，阁无够，其他的县市政府嘛爱参考才对。在新竹县政府呢，安尼处理，咱非常的感谢。咱当然嘛，就希望讲台湾其他的县市政府吼，嘛会当做这件代志吼。当然，但是咱知影讲，可能经费顶悬会可能会出一寡问题吼。所以咱希望讲，呼吁讲中央若是有这个台语发展委员会，可能就较无这个问题。台语推动联盟认为，要让台语正常化，靠县市政府的力量是有限。中央应该设立台语发展委员会，因为亲像客委会有奖金制度，只要考到客语认证，就会当提供1000块的客家币。无同的口，阁会当分别领，官兵会也有，拢总分5级，考到中高级以上，嘛会当领奖金，上悬阁会当领到3万块。民团认为，若是台语有家己的委员会，离发证的目标就会阁较近，也会当实质鼓励民众参加台语认证考试。记者综合报道。国立台湾博物馆为2024年到达培训52位台语导览人员，即阵伫咧铁道部园区推出台语导览。园区希望招民众来听台语，讲铁道的发展历史，看清国保留到现代古迹。你看这是真啊对唔对？对。伊认为是柴的，对唔对？伊拢是柴的吼，啊，叫做啥？满木做的建筑。用台语甲民众介绍铁道部园区的建筑，嘛通体验园区内的机工号车厢。国立台湾博物馆在铁道部园区正又推出台语导览路，园区有6个古迹，亲像听写八角楼和航空号等等，也保留台湾铁路发展的卡迹。导览员表示，伊伫遮服务18档，不过要做台语导览无简单，也拢着家己认真做笔记。7、8城、8、9城拢用华语伫沟通，所以讲台语用台语的名词来介绍这个。食物啦、动物的名，真正人会甲你看。你讲啥，我唔知影，对唔对？所以这是我比较较困扰的所在。所以表示讲，咱对台语的推广的时候，推广的文化，我爱较深入一个。根据统计，2025年来台博物馆听台语导览的民众有439人。官方甲台语路协会合作培训52位台语导览员。协会嘛透过台语文基础、铁道专业知识的台语专业等等，提供教材甲导览示范演练。流民团就是老兵团嘛，轻轨可能就爱讲轻轨，所以我都有针对因内底会用到的专有名词特别扣出来，已经先整理好啊。台博馆就是一个足好的示范，伊就是一个带头，嘛希望讲其他的馆场啊、其他的博物馆啊、是美术馆啊，介绍互更较侪人用台语来认捌因这个机关内底的故事安尼。台语路协会嘛肯定各立机关愿意甲资源用伫台语导览的系统性培训，嘛希望通发挥带头的效果，互愈侪场馆公司机关愿意投入增加台语的公共空间，嘛通互愈侪人使用到无共国家语言的服务。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
荷兰的跨年暝嘛无平静，首都有9场大火烧，有2个查甫人因为放烟火引起爆炸，不幸过往，甚至也传出民众向警察献汽油弹。大火一直烧，自1872年起的冯德尔教堂伫透早发生火灾，50公尺悬的塔楼倒落来，教堂厝顶严重受损。好在这栋有哥德复兴风格的教堂主体无代志，因为教堂附近是观光旅游胜地，警方缉捕了后唔敢大意，随赶去拍火。好在无人伤亡，但是导火原因，警方还搁咧调查。Alert kwam dat de brand was in de buurt. En toen keken wij naar buiten. En toen zagen we het puntje van de dak. En we hebben langzamerhand alles stuk zien gaan en branden. En in het begin waren we echt gaan het huilen. Ja? Dat was vreselijk. Het is voor ons vreselijk. Ja. Want ik kijk altijd naar de klok als ik uit mijn bed kom 's morgens. Dus dat is vreselijk als je zo'n mooi gebouw weg ziet branden. 荷兰跨年夜的事故唔那安尼，有警方表示，伫阿姆斯特丹接近的时阵，去拄到进前毋捌发生的攻击。巡逻途中竟然3解去互民众弹烟火甲其他玻璃物，也有人故意放火。伫南部的布雷达，甚至有人向警消弹汽油弹。虽然荷兰地方政府伫跨年夜设置禁止放烟火所在，毋过效果无好。伫鹿特丹，就有一个17岁查甫囡仔甲38岁查甫人，因为放烟火引起连续爆炸死亡。另外，鹿特丹的病院阁收治14个因为放烟火致使目睭受伤的民众，其中有10个人是未成年。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伊朗的钱一直咧变薄，即马汇率是达到要140万的里亚尼，才会当换到1块美金。物价大起，市场罢工，全国各地拢有抗议，也发生冲突。目前知影上无5个人死亡。示威活动是愈来愈严，足侪所在警察甲民众拢有冲突。伊朗南部发生时，抗议的民众要冲入去州长的办公室，现场庆声是一直传出来，民众甚至甲办公室大门的玻璃讲互破。西部的哈马丹嘛传出安全部队牵催泪加速弹。希望政府官员一直否认少年人遇害的消息，不过已经有传出足侪人伫咧冲突当中无命，其中包括一个革命卫队的成员。德黑兰最高检察官警告，若是示威转做是破坏公物，军警会采取决定性回应。伊朗的街头有遮尔侪抗议的人，原因就是因为经济崩盘。伊朗里亚尼换美金的汇率已经暴落去140万大关，12月通货膨胀率关闭52%，足侪基本的生活物资贵三三，民众唔敢买。为德黑兰出名的大市集店家罢市开始，真侪民众行去咧街头伫咧喊口号，有抗议者足无奈讲，每一个人拢为着生活，趁者伫咧拍拼，为着要甲民众心内火抛花。总统惠泽苏基安紧急批准中央银行总裁是这批，换财政部长希马提来接轨，按算要互经济影响降到上低。دولت حتی اگر صداهای تندی هم باشه حتما با صبوری خواهد شنید به جهت اینکه باور داریم مردم ما به اندازه کافی مردم صبوری هستند و وقتی که صداشون در میاد یعنی فشاری که بر اونها وارد می شده فشار بالایی هست. کار دولت این هستش که面对继续摊开抗议，伊朗政府宣布全国学校甲银行进入经行假期，对外理由是欠零减碳。不过外界普遍认为是为着防止民众挖规定抗议。目前包括德黑兰大学在内有10多间出名学校已经宣布改做线顶教学。不过示威民众情绪真激动，甚至伫咧街头喊怀念进前王室的口号，让这场为经济困境倒起来火，考验伊朗政权的稳定性。公司新闻地位林编译。天气报你知，再来看明仔载各地头温度。北部地区10度到17度，中部地区10度到21度，南部地区10度到24度。东部地区10度到20度，外岛地区8度到18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暗新闻，我是陈怡晶，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
了。